心内话。阿英啊，无啊，你是咧想啥啦？你大声出，细声入，到底你是要讲，还是毋讲哈？电视剧内底迄个老母，又搁咧对家己的查某囝喊甲大细声，因为因查某囝毋讲出心内话。大家人拢有家己无想要讲，也是毋敢讲出来心内话。大人会安尼，囡仔嘛是共款。我的性质较避暑，心内咧想啥较无爱讲，尤其是伫厝里，甲至亲的是大人，搁较讲袂出来。毋过，即马我是要甲阮阿母讲一寡话，迄是我读5年仔了后，一直想要讲，拢无勇气甲伊讲的心内话。自出世，阿母就甲我骂屎六尿，勇气大汉。遮尔亲的阿母，照讲，我应该是有啥物话，拢会对伊讲才对。毋过，生起来5年仔了后，我总是感觉有一寡代志，阿母敢若无咧听我讲，嘛无当理解我讲的话。这敢会是人咧讲的代沟是无？反正是我即马较大汉啊，开始有家己的想法，时代真正无相共。现出时的电视媒体、网络世界，甲飞快的教育内容，会当互阮得到真侪消息甲知识，而且我嘛愈来愈有家己的想法。我感觉伫 Facebook 顶悬有真侪趣味的物件，嘛会当交到一寡新朋友，是真赞的代志。毋过，阿母才阁甲我当做囡仔屁看待，常常拢讲我这也毋知，迄也毋知，这毋好做，迄也毋通做，甲我当东当西。我若袂改，伊阁听袂入，实在有够烦的啦。最近的台湾实在真无边境，社会事件有够多，亲像讲做囝的，竟然夜倒害家己的老爸老母，查某囡仔伫网络交到歹朋友，去互人骗去，甚至身躯受到伤害，嘛有中途停学的学生仔，竟然染着毒品。上严重的，就是巴黎的彩色婚姻爆炸事件，死伤500多人，实在有够凄惨。若想到遮个代志，拢有可能互阮拄着，我就真惊吓。我想阿母的心内嘛共款会担忧，万一若发生伫查某囝身躯顶，迄阵要安怎？想到遮，我就渐渐知影阿母会口渴、会干涉的原因，嘛体会到伊袂当安心的所在啊。阿母，即马我要甲你讲心内话，真正我袂理解你的心情。你话若讲一句，我就讲10句，甲你硬高，应喙应舌，遮你生气。实在真无应该。此后我会听阿母你的话，袂搁再互你操心。准讲有无共款的想法，嘛会甲你参详。出外去啥物所在，会交代互清楚，甲你联络。阿母，请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搁再互你烦恼啦。我的演讲到遮结束，感谢大家。